邊個諗到，一向被人視為豪門清流、揀貨出晒名嚴格嘅郭晶晶，竟然都會因為代言呢件事，俾人推上風口浪尖。就喺呢幾日，母嬰界嘅網紅黑馬戴可絲，因為一款兒童潤唇膏嘅宣傳用語引發爭議，俾監管部門立案調查。而爭議點聽落令好多家長即刻緊張，佢哋俾 BB 用嘅潤唇膏，居然喺宣傳頁面標明食品級呢啲字眼，涉嫌違反兒童化妝品監督管理規定。呢個令到萬千媽咪信任嘅品牌，背後究竟發生咗乜嘢事？今日我哋就嚟深入了解呢單嘢，以及佢反映出嘅母嬰行業現狀。呢次事件嘅直接導火線就係戴可絲旗下嘅一款兒童唇膏，佢哋喺電商平台嘅宣傳頁面度用咗食品級、BB 唔甜無憂呢啲字眼。作為家長睇到呢啲描述，第一反應通常係絕對安全，但呢樣嘢其實觸碰咗法律紅線。早喺2021年，國家藥監局發佈嘅兒童化妝品監督管理規定就講明，兒童化妝品標籤唔可以標注食品級、可食用等詞語或者同食品有關嘅圖案。呢個規定已經喺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而呢次風波之所以即刻爆晒網，好大程度係因為佢掛住郭晶晶代言呢個招牌。大家知道，郭晶晶作為跳水皇后，佢身上疊埋咗太多信任光環，世界冠軍、豪門媳婦、嚴選媽咪，呢種信任係消費者對佢人格魅力嘅一種抵押。但遺憾嘅係，品牌方似乎冇珍惜呢種抵押。事件曝光之後，戴可絲官方喺今年1月22日發佈聲明，話食品級嘅宣傳頁面係公司推廣人員對經口毒性測試理解有誤，而且未經公司審核就發咗出去。呢個推廣內容只係喺單一平台嘅搜索頁面出現，公司已經即刻撤回相關宣傳。聲明仲強調，今次爭議只係涉及廣告宣傳用語層面，唔涉及產品本身質量安全問題。呢度需要澄清一個概念，經口毒性測試同食品級完全係兩回事。經口毒性測試只係為咗評估產品喺意外吞落肚時嘅安全性，證明少量誤食唔會即刻中毒，呢個係化妝品嘅底線安全測試。而食品級就代表產品符合食品標準，可以日常食用，兩者係完全唔同嘅維度。品牌方利用呢種專業知識嘅信息差，將意外誤食無害偷換概念做日常可以食用，呢種做法涉嫌誤導消費者。如果小朋友誤以為產品可以食用而大量吞落肚，可能會帶嚟不必要嘅安全風險。然而，呢種推廣人員失誤嘅解釋引發咗公眾質疑。作為年銷售額逼近15億元，完成9輪融資嘅頭部品牌，核心產品嘅宣傳頁面點解可以繞過審核流程直接上線？呢個喺邏輯上好難講得通。更加值得注意嘅係，呢個已經唔係戴可絲第一次因為廣告違規俾人罰。據媒體統計，呢個品牌近年嚟累計遭遇5次行政處罰，違規問題涵蓋多類產品。就喺2025年12月，戴可絲因為虛假廣告俾無錫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罰款5000蚊。當時嘅問題包括青少年平衡祛痘精華液、唇周霜、防曬乳等多款普通化妝品喺宣傳度標注孕婦可用，但實際產品備案並唔適用於孕婦，面商宣稱根源修護卻冇相關依據。之前仲有兒童洗髮沐浴露虛假宣傳無防腐劑、嬰兒爽身粉違規宣稱止汗功效等問題。咁樣嘅違規記錄，令人不得不諗，點解一個獲得拉方嘉化、丸美生物、華熙生物關聯基金等知名產業資本投資嘅行業佼佼者，會喺法律紅線面前一次又一次踩界？我認為呢個可能反映咗一種資本驅動下嘅增長壓力。喺快速發展嘅邏輯裏面，網紅品牌嘅崛起通常依賴呢種模式。明星代言建立信任，
大量網紅博主鋪設種草內容，最後通過強化賣點喺直播間實現轉化。喺呢個模式度，研發同合規往往被擺喺最後，因為合規意味住克制，意味住唔可以用嗰啲過度誇張嘅話術，而呢啲話術往往比真實表述更加能夠帶嚟短期嘅銷量爆發。戴可思嘅創始人曾經表達過一種焦慮，佢擔心產品俾人模仿。呢種焦慮反映咗新消費品牌共同嘅軟肋，缺乏真正嘅技術壁壘。當產品同質化嚴重嘅時候，唯一嘅出路就係比邊個聲大，比邊個嘅詞組更加誘人。為咗保證利潤，為咗俾後面嗰啲等緊回報嘅投資人一個交代，品牌必須持續尋找新嘅流量增長點。呢種壓力最終演變成對合規底線嘅反覆試探。明星代言人喺呢度扮演咗乜嘢角色？呢度我哋需要更加深入咁討論下聲譽日價。郭晶晶嘅口碑係佢喺跳水台上一次又一次翻騰，喺生活度一次又一次自律積累翻嚟嘅。如果因為代言品牌出現問題而受到影響，呢個唔單止係佢個人嘅遺憾，更加係對社會公眾信任度嘅一次沉重打擊。我哋成日見到明星喺代言嘅時候，合同裏面寫滿晒權利，卻好少見到佢哋主動承擔起審核者嘅社會義務。喺商業合作度，代言唔應該只係出賣一張面孔，更加應該係對品牌價值觀嘅一種背書。如果代言團隊只係關注產品檢測報告，而忽視品牌嘅合規記錄同運營情況，可能會對消費者嘅信任造成影響。從更加宏觀嘅商業邏輯嚟睇，戴可思呢個案例其實係中國新消費品牌嘅一個縮影。呢啲品牌喺短短幾年內行完傳統品牌幾十年嘅路，年營收動輒破10億，但係喺高速發展嘅過程度，佢哋嘅底線意識似乎冇跟得上步伐。佢哋精通算法，精通投流，精通點樣利用明星嘅帶貨能力，卻喺敬畏心呢堂課度有所欠缺。母嬰行業同其他唔同，佢係建立喺脆弱嘅嬰兒同焦慮嘅父母之上。任何一點誤導都可能演變成一個家庭嘅災難。理性嘅思考話俾我哋知，呢種過度營銷必須要得到壓制。如果成個行業都默認可以通過欺騙性詞彙換取業績，劣幣驅逐良幣嘅局面就會出現。嗰啲老老實實做產品、規規矩矩做宣傳嘅品牌，反而可能因為唔夠動聽，俾市場淘汰。呢種宣傳亂象係對成個國貨母嬰品牌信譽嘅集體透支。當消費者發現所謂嘅明星嚴選都存在違規問題嘅時候，佢哋可能會重新轉向國際品牌。呢個對正處於上升期嘅國貨品牌嚟講，將會係真正嘅危機。其實呢件事最令我感到遺憾嘅，係品牌方可能低估咗消費者嘅辨識能力。佢哋似乎認為，只要有頂級代言人同算法推薦，就可以輕鬆獲得家長哋嘅信任。佢哋唔記得咗，母嬰行業本身應該係一個良心行業。每一支潤唇膏，每一瓶潤膚乳嘅背後，都係一個家庭對小朋友最清澈、最毫無保留嘅愛。如果連呢份愛都可以俾人當成營銷籌碼，當成資本運作裏面嘅增長曲線，咁呢個行業真係需要深刻反思同改變。呢種局面下，我哋必須審視嗰種全案營銷可能帶嚟嘅問題。品牌為咗喺小紅書、抖音等平台刷屏，往往會準備幾十套話術，裏面唔少得誇大其詞嘅表述。戴可思今次事件本質上係營銷宣傳突破咗法規底線，而作為普通嘅父母，我哋都要學識喺呢啲天花亂墜嘅詞彙面前保持冷靜。你要知道，成分表唔會呃人，但文案會；實驗室數據唔會呃人，但解讀數據嘅人會。咁作為家長，我哋應該點樣選購兒童護膚品呢？建議大家記住幾個原則：第一，優先睇產品嘅成分表同備案信息，
可以通過國家藥監局官網核實產品係咪合規。第二，警惕任何誇大其詞嘅功效宣稱，唔管係護膚品、食品定係其他商品，只要出現食品級化妝品、可食用護膚品、醫療級、治療等超出產品本身屬性嘅表述，都需要保持警惕。當問一句呢個真係合理咩？第三，理性看待明星代言，代言可以作為參考，但唔應該係選購嘅唯一依據。畢竟明星都唔係產品專家，佢哋嘅推薦更加多係商業合作嘅結果。郭晶晶作為好多人心目中嘅信任標杆，今次事件或者會令到一啲人對明星嚴選產生思考。但我更加想講，呢個唔單止係一個品牌嘅問題，佢係一個時代嘅警鐘。喺信息唔透明嘅年代，我哋依賴大牌同明星。但係喺今日呢個信息爆炸嘅時代，我哋更加應該依賴嘅係常識同理性判斷。當一個化妝品話俾你知佢可以食，當一個普通面霜話俾你知佢可以治病，無論邊個喺度為佢站台，我哋都要喺心裏面打一個問號。真正嘅安全感唔係嚟自於明星嘅笑臉，而係嚟自於對規則嘅敬畏同對產品嘅嚴格把控。如果一個品牌連最基礎嘅標籤法規都想方設法去突破，咁我哋好難相信佢會喺睇唔到嘅原材料、生產工藝度保持高標準。資本可以吹熟一個網紅品牌，但係資本吹唔熟百年嘅信譽。對於戴可思嚟講，今次調查係代價，都係改正嘅機會。而對於成個行業嚟講，唯有回歸產品本質，堅守誠信底線，先至可以喺風雲變幻嘅市場度真正企得穩。講咗咁多，我都好想聽下大家嘅睇法。你覺得品牌方將責任歸咎於推廣人員失誤，呢個解釋你受唔受得？面對滿屏嘅明星代言，你嘅選貨標準有冇發生變化？歡迎喺評論區分享你嘅睇法。如果今次內容對你有幫助，記得俾個 like。訂閱一下，我哋下次再見。